好野球、爱野球、无野球就什么老翻、什么老高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展元，乃是齐展元，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呢第8届启神闽少棒赛，在高雄密弄来进行。这场冠军战呢是高雄市的桃园国小对上的是桃园龟山国小，龟山呢将寻求呢本届他们4连霸，过去3年呢他们都是拿到了冠军。徐总呢已经离开我们8年了，不过他们的精神呢真的值得我们呢永远流传下去。来，请大家，我是徐展元，在我身边的呢是球评张泰山。大家好，我是张泰山。奶黑，奶黑哦，你是奶系，奶黑张泰山。哇，这个徐总的子弟兵泰山呢，真的终于第8届来担任我们的球评了啦，啊，其实我都有来，没错啊，因为然后我都是在旁边当那个工作人员，没错。因为泰山的老婆呢，大家都知道了嘛，静怡就是我们徐生明这个棒球协会的秘书长，我觉得他最美的秘书长，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哇，好可爱的。就是喜欢看到小孩子这样子这么活泼。哇，这边还有颜色，现在是互相背头啦，两边的互相背头。好，那现在呢是现场我们是非常高规格，我们也请到了专业的现场播报员刘老师来一一介绍球员进场。也是本场次的先发投手，准备要报严承俊。第2棒搭配严承俊的捕手，准备好7号严承诺。第3棒正手2垒，准备好6号高永杰。陈国小第4棒先发3垒手，准备好11号陈俊佑。第5棒右外野手，准备好10号严浩恩。第6棒先发1垒手，准备好13号张恩赐。第7棒中外野手，准备好9号洪伟。第8棒先发左外野手，准备好4号曾子维。陈国小第9棒游击手，准备好3号王佑林。以及为各位介绍辛苦的高雄市桃园国小总教练严世豪教练。我们欢迎所有桃园国小教练团及所有的球员一样来到1垒线边。桃园龟山国小过去连续3年拿到了冠军，甚至呢他们在第2届也拿到了冠军，已经有4冠了在手，在过去的7届。担任开路先锋，第1棒一样是担任着本场次的先发投手，准备好22号刘任佑。第2棒先发2垒手，准备好5号吴春汉。第3棒担任本场次辛苦的蹲捕任务，准备好20号郑浩恩。陈国小先发棒是第4棒右外野手，准备好10号王思文。第5棒正手龟山左野防区，准备好11号林宇谦。刘国小第6棒先发1垒手，准备好18号黄浩玉。第7棒3垒手，准备好6号邱泽。第8棒中外野手，准备好12号柯俊恩。中国小第9棒先发游击手，1号吴振宏。
的欢迎龟山国小辛苦的总教练李正达教练，也邀请龟山国小所有教练团及所有球员同样来到三垒线边来列队。为各位介绍，本场是4位辛苦执法裁判老师，本场是担任主审曾信之老师，1垒审郑浩之老师，2垒审洪子清老师，以及3垒审王坤奇老师。由我们的主审裁判老师以及2队的教练团最后的名单确认，精彩的冠军战马上被大家开戏了。好，这场比赛呢，担任主审的曾老师也是一位女性裁判哦，真的这个嘿，像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很少有女性裁判。对，那当然像是王光辉的姐姐啊。妹妹哦，妹妹嘛，她也是这个垒球，对，然后也是后来变棒球裁判，然后是刘伯钧，刘伯钧哦，国际裁判啊，这个其实女生来当棒球裁判，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哦。对。好的，那现在要来开球了，哇！强势面对我们的半地主，来自高雄市的桃园国小，南国小能不能够顺利的阻断4连霸的龟山4连霸，或者是龟山龟勇哦，非常的强啊，这个龟山国小。OK， 披逢的係高雄的美浓國中啊，在这一届的比赛呢，真的也是特别啊。徐总在美浓，徐总美浓人嘛，徐总的这个老家三合院就在展元老家隔壁而已。哦，对，我要叫他堂叔啦，有远房亲戚的关系，我们就在隔壁而已哦。所以徐总呢也在美浓啊，因为美浓过去呢也有不错的这个棒球人才，像张永昌啊、曾贵章啊，他们美浓人都是美浓。对，但后来呢也曾经没落了一阵子。对，但是徐总回到家乡，就希望能够把美浓的棒球再提振起来。那有提出了一个美浓10年计划，美浓少棒10年计划。那今年呢是开花结果了，因为呢第1届的这个美浓国小，刘桂元成为了第1代的这个球员，成为职棒球员了。好，现在来开球，师母谢荣尧理事长来开球，真的很不容易啊，坚持了现在第8年了，但也那个师母也非常。可是这个投球8年了，还是没有进步呢。泰山怎么可以这样子？每次我都会归他，真的。那刚刚特别讲到刘桂元哦，刘桂元其实中信兄弟签约嘛，其实顺位还比较后面一点，对。可是中信兄弟还是有给他签约金，虽然不多，20万呢。那刘桂元把这20万啊，完全捐给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很棒的一个孩子。对，这个20万呢，他那个爸妈也同意哦，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美浓国小美浓人。那而且那个师母有特别讲到这个过程哦，因为他当天去拜访很多的大老板，募款都被拒绝，结果当天他就接到刘桂元的电话，哇！对，你看这么多的大老板拒绝他，结果一个小朋友才19岁而已哦，愿意把他拿到的签约金20万捐出来，给协会，所以当下师母说他就痛哭失声啊！师母的个性一定是这样子。对，这就代表呢徐总的精神呢，这些小朋友们呢都有感受到。对，这很棒。哦，这个冠军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了。1局的上半呢，桃园这是高雄市的桃园国小。高雄市的桃园国小啊，也是第1次打到徐生明棒球赛的4强，然后就打到了冠军赛。其实高雄市的桃园国小不是在什么高雄市区哦，它比美浓还要山区哦。
他在纳马夏，对，已经靠近玉山山脚下喽。他是隶属高雄市，是等于是来自一个偏乡的少棒，哇，很令人感动呢，真的感动。我相信他们最开心的是，他们有一套新的球衣穿在身上。错，好。哇，这个球没有出棒，遭到了3振啊！严成军投原国小的第一棒，投手的变化力变化球非常犀利。龟山国小的跳速啊，投手刘任佑，可是他是左投，他不是右投，所以他名字里面有个右，好不好？二垒手接到这个弹跳球之后，传往一垒，刺杀了桃园国小的第2棒啊，严成怒2出局。接着上场打击桃园国小第3棒二垒手6号高永杰。二垒手是吴成汉，打球轮到第3棒的高永杰。偏低的坏球，也可以跟大家说，客家话的右边右投手U pen 就是右边 U pen 左 pen 左右是走 pen， U pen U 错 pen 错。好了，在季军战的时候，我有跟泰山说，我们客家话呢最会让大家觉得很搞混的，就是我们这个一般讲，我们意思是对，我们的发音是错，你错了，你错不错啊？这听起来好像是错，但其实它是对的意思。好，这个球。游击手接到传往一垒，哇！龟山真的是训练有素啊，真的。3场3加1局上半啊，高雄市桃园国小并没有得分，休息下来看1局下半，桃园市的龟山国小进攻。大家好，今年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来到了第8届了，希望这些小球员们穿上球衣，永不放弃，秉持着徐总的精神。那12月1号我们有冠亚军赛，希望大家能够到美浓来看球赛哦。欢迎回来哟！这是许成敏啊，徐生明啊，少棒赛冠军赛1局下半啊，桃园市龟山国小的进攻。场上投球的是高雄市桃园国小，高雄市桃园国小，先发投手严成军。特别呢提到，在本届的比赛啊，除了有第1批的米农球员呢成为职棒球员刘桂元啊被中信兄弟选走之外呢，还包括其实第1届美浓国小的球员啊刘俊豪、钟云珍都是现在在国体了升到国体了，大学生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徐总带过的子弟兵，像是张泰山的儿子张可洛，张可洛淘汰出局，干嘛这样说？就是他们所谓的球星的2代也来一起从这一届在打这个徐生明少棒赛了张可洛在桃园的大勇国小，虽然没有晋级到复赛了那另外呢，像是沈玉杰的小孩沈立成是北市福林国小大概是王金勇的小孩王思稳，这个桃园龟山国小很恐怖的一个球员，不是就是他175公分，等一下就会看到了，真的。2垒手接到这个球，传往1垒，刺杀了龟山国小的第1棒，也是先发投手刘任佑。
刘任佑他是左投左打，不过桃园国小二垒手高永杰也是有模有样啊。打击轮到第2棒的吴承翰。所以这2队能打进冠军赛，你注意看他们在接球方面基本动作非常做得非常的扎实，对。OK， 嘿，坏球就是坏球，好球就是好球。一个坏球，哎，一个好球。嘿。呵呵。哎呦！哎呦！捕手有跟投手叮咛哦，不能够保送哦。哎呦，偷点呐！投手接到，哦呦，脚程好快。蛮接近的，虽然说是被刺杀。昆一哈哦，真的就是突然之间偷点，对，脚程非常的快。但身为球评还是要讲一下啦，他点的不是方向不是太好。还是你都不偷点的，因为你都不偷点，你不知道。其实我真的都在偷点。真的吗？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偷点。你脚程也很快。我很会偷点。避开脚程快不快的问题。对，因为曾经有一个教练跟我讲过，你都打不到，你不如用偷点的。哎呦，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在练习。那时候我在国中跟高中都是打第1棒。是哦。对，那时候在美和，我记得刚开始。看不出来呀，看不出来耶。高1的时候打第1棒。对，高1的时候就上第1队的时候就打第1棒。队上是没有人吗？对，我不能这样讲。美和卧虎藏龙，对不对？美和、北华新、是龙宫有没有？有，我知道。那你完了你呢？真的没有人了。怎么会张泰山打第1棒呢？不要看现在的身材，以前我瘦的。是。我以前是瘦的。打击是第3棒的郑浩恩，他也是今天龟山国小的捕手。哇哦！变化球挥棒落空，厉害，会配球，这投手也是一个3上3下。一局下半，龟山国小没有得分，一局打完，双方0比0平手。大家好，我是中信兄弟外手李圭，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习生命杯。过去我也是第1届的少棒选手，期许大家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记住徐总的精神，穿上球衣永不放弃，加油！哇，这场冠军战呢，果然不愧是打进到冠军战的2队后。对 ，OK， 第1局投手都让对手3上3下。实力相当。哎呦，比赛要进入到2局的上半了，桃园市，刚才说高雄市桃园国小。首先要来上场打击桃园国小第4棒。3垒手11号陈俊佑。我现在呢，太阳比较小一点了黏你啊，没有那么热人哦，这是客家话，黏你，听起来就很热的感觉嘛。黏你，真的，错。比较舒服一点，然后这个气温比较低了一些。
观看我们的转播，人家会说泰山为什么一直讲臭哎？对，臭错就是对，好，臭就是错对，错，错，冇唔错啦，冇唔就是错冇唔错啦，就是对啦。哦，好，现在桃园国小轮到第4棒的陈俊佑。我掉了，穿不好。桃园国小教练是徐伟龙教练，29号。那只有打到4强的哦，才可以穿上背号85号，就是徐总背号光红的球衣。那这个球衣上面呢，也都有这个我们客家元素。其实像美浓啊，特别是美浓客家，我们有蓝桑，就是蓝山，蓝山，蓝山，对。客家传统服饰哦，对，那还有一些这个像徐总的蝴蝶球嘛，我们把蝴蝶的元素也放进去。这场那个比赛的主审是曾信姿小姐小台里面要强调哦，这个很重要，对，从小就要教导哦。3垒手哇！我那么稳呐，比张泰山守3垒还要稳呢。真是的，球速又比我快。3垒手，桃园国小3垒手是邱泽，就是那个本来他是排球选手，后来变演员，名字一模一样，邱泽，一个帅哥。好，没事。我那个年代嘛。对，你跟我讲这个，我还说是邱泽的儿子来打棒球啊。桃园国小，哇，这个看哪一队能够先突破。但是严浩文，背号10号的严浩文，充满着笑容。68公斤，152公分，好可爱。挥空，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打棒球。对。那今年呢，那个比赛哦，就今年的比赛呢，其实过去几届都有办很多的活动啊，哦，像是棒球教室啊，还有这个美浓有纸杂，就是纸伞。这个球3垒手碰了一下，没有能够接到。绕到垒巴还会跌倒。特技上一支内野安打了，好不好处理？上场第6棒，国小1垒手是3号张恩赐。有要按号吗？一出局1垒有人，轮到第6棒的张恩赐。确定要盗垒吗？又觉得1垒的跑者看起来安泰 Q 这么大这么胖哦，可爱。2个身材好像。对，本届比赛除了有这个彩绘纸伞哇，又是3垒手，哎呦，这个弹跳又没接到，这个要记失误吗？对，记失误啊，打得非常的强劲。哎呦，桃园国小逼的桃园国小先喊暂停了，真的。桃园国小李正达教练，哇，非常资深的教练了。每次我要讲纸杂的时候，就打到3垒，3垒又没有接到。除了每一届都有那个大家小朋友非常喜欢的，除了打棒球之外，彩绘纸伞啊。对。那本届恢复了
白玉萝卜，真因为的，停了几年了哦。这个白玉萝卜，像小朋友亲自到田里面哦，哎，那个萝卜我们称客家话叫做老胚嘞，老胚嘞，哎，白玉萝卜是美浓的特产呐、哦，老胚嘞，小朋友亲自去田里面这个体验一下，然后拔得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啊可洛有去拔、啊？有哦哟，而且白玉萝卜不用削皮就可以吃哦，真的真的它非常非常很甜哎呦，现在一出局1、2垒有人，轮到的是高雄市桃园国小第7棒的洪伟，得点圈的打击机会。哇，投手连投了3颗坏球，哎，上个坏球哦，3个坏球没有好球。这个两边的氛围的感觉完全差很多哈。嗯，那一个是要完成一个4连霸的一个壮举，哎还有第一个是第一次打入总冠军赛，然后非常的开心。嗯，然后那边反而是桃园这里非常的活泼，对，然后看龟山国小压力好沉重的感觉。蛮不会啦，也不会啦哦。龟山呢，哇，界外游3坏球之后，现在量好3分的满球数了。这个可以请导播带一下右外野手啦，画面带一下右外野手，因为那个是王金勇的儿子，175公分高。哇，小帅哥，对，王金勇的儿子王思文也是他们阵中的王牌投手，这么高一定是投手了哈。会不会上投手丘呢？对，我们来期待看看。对对，如果现在投手不够稳的话，啊，丢人呐，丢人呐，出生球！我好久没有听到你这一句话，丢人呐，丢人呐！哎呀，量好3坏出生球，变满垒了，一出局满垒了。哎，都拧了呀，就是丢到人呐。本来泰山军赛的时候叫我要喊那个，这个球就像张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你说如果有机会，有人打全垒打的话，是吧？有机会。哇，古玉木了哎，好回不来了。这个，哎，一般呢量好3坏或者是3坏球。触身球打者应该都是很不开心的，因为你都是坏球保送了，我还要被打。那个不一定啊。真的吗？对啊，那不一定啊，因为你那是一个结果论嘛。哦。那有可能会被3振。对。3坏球或许是会生气。对啦。你量好3坏可能没那么生气的。第一球，哇，某大某妈，就是我们客家话讲妈蛮传神的，就是。去挥那球没有出棒，对，没有出棒。骂要去骂。哎呦，骂！这个漏的没有很远，而且呢，这个因为本垒板到后面护网距离很短。对。这个我转播了那么多年，徐总少棒赛，因为美浓国中啊，在美浓国中这个场地很少看到爆头3垒回来的，因为一下又弹回去了。还有要寻求4连霸的霸主啊，王者桃园龟山国小现在遇到了危机了，高雄市算是半个在地的哦。高雄市桃园国小。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哦，高雄市桃园国小距离我们现在所在地啊，米农国中哦，开车到1个小时40分，它很山区啊，哦。其实有时候我想说球季结束，我很想要去山区去走一走，尤其是有球队的地方。这个这个配得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是内角球要来了吗？可是他刚刚有打到人呢。哇！正中好球，108公里时速哎，108的速球，哇呀！这个真的是没办法跟不上哦，直接直球对决。
王佑林，他又是左投手哦，走鼠诶，哇，轮到第9棒的王佑林，不要看他的个头比较小哦。可是这时候是不是打者就是心里，特别是比较小的第9棒，心里说要想要凹保送？有可能，对不对或者是教练会有指示。哦，哎，对，他说你不用攻击，你就等着。如果说更矮的教练，甚至叫他直接用蹲的。对。可是这样的观念是不太正确的啦，对。但是阿个 Q 太假了，这个球太快了，太快，105公里时速。哦，不要怕。我109了，教练我也知道我不怕，可是我就是打不到。这个少棒投手板到本垒那个距离比较短哦，你看这109，但一般大概是直棒在145左右那种感觉。这快呀！对哦。哎呦！因为这投手的协调非常的好。是哦。但桃园龟山国小培养出很多名将了哦，这个大家也可以慢慢观察。现在才小学生，未来会不会甚至上大联盟也不一定哦。这个刘任佑左投，110公里时速挥棒落空被3振啊！也结束2局上半，高雄市桃园国小的进攻是留下了满垒的残垒，没有得分，双方0-0。写棒球人，棒球没有棒球就吃不下饭，就睡不着觉，甚至就会活不下去了。棒球是棒球王，各位参加第8届徐胜明少棒比赛的小朋友们，开打后，我是体育主播徐展元。在棒球场上，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但展元希望你们能够秉持着棒球比赛9局下半平手2人出局满垒，在打击区上一定要打出再加安打的决心和勇气，来面对任何挑战。展元为你们加油哦！分享归了呀，欢迎回来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以及博斯运动频道来收看徐胜明少棒赛的第8届2020年的这个冠军争霸战。比赛来到2局的下半啊，桃园市龟山国小的进攻。对，徐总已经离开我们8年了，8年了。对，相信呢，他的精神还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甚至呢，我之前就是问刘桂元呐，这个美浓少棒10年计划，成为第1个职棒球的刘桂元，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徐总，你现在的印象中徐总留给你们什么？他的回答就是很严厉，对小朋友的。我相信徐总还在世的时候，他一放假都会回来美浓，来去指导这些小球员。是，对，我知道，我最了解有多严厉。我现在是王金勇的儿子王思文，哎呀，左打哦，175公分。比泰山说比他还高，比我还高，才小学生啊！王思文，中日混血。好，不过高雄市桃园国小的先发投手刘成军，第1局也是投出一个3上3下。脸上没有人，不要保证掉人。可是阿勇王金勇也没有说特别高啊。他国小都是好高，不是哦。有国小学长。应该是说他爸爸小时候是壮又高，那他现在感觉有点偏瘦，对一点哦。可能爸爸没有让他吃太好。哎呀，投到了2好3坏，满球数了。
如果我是一个投手，看到这个这么高的，我也不敢投，投太好跟他打。2个好球，3个坏球，然后3坏，对，勇敢投进去。对，对啊，常常这个我们当然台湾的少棒哦，这个出去国际上呢不会输别人啊。不过其实像之前呢看那个什么威廉波特啊，这大家比较熟悉的哦，各国的少棒队，当很多国家的少棒队一走出去，看那个高大的就知道比较强。真的真的。其实少棒它是用高度来去知道说这个球队的强度在哪里。有。少棒是力量。哦，青少棒算什么？逐渐的了解棒球。然后高中算实力，真正的实力就在高中。其实少棒还有青少棒阶段啊，特别少棒啊，我觉得先培养球员对棒球的兴趣啊。对，这颗球2垒手接到传1垒，哇，解决掉了王思文。哎呦，高雄市桃园国小的投手严成军呢，蛮厉害，就是他投到了满球数，他没有在慌哦。对。AQS 0582的车主帮忙移动一下您的车辆，谢谢。国家国小界的上场打击第5棒左野手7号林宇谦。好，轮到第5棒的林宇谦，可是一下子打者高度差很多了吗？这样投手会不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投？林宇谦是152公分而已哦，都差了20几公分。对，差23公分了。那个都是国小生，有没有？评评国小生，为什么差距这么差这么多？那特别是现在其实，在少棒台湾的少棒部分哦，有些少棒教练，我有问过一些少棒教练，他们现在没有说不像之前那么缺钱，但是缺的是人。对。第一个少子化嘛，第二个就是爸爸妈妈不那么愿意让小朋友去这么小的4年级、5年级就很那么辛苦去练棒球。真的。哎呀，那泰山呢？你们家小孩，你就愿意让他去打棒球？我觉得可洛是因为爸爸的工作关系，耳濡目染，然后就是想要跟爸爸玩。然后这一次的很多记者问我，你是怎么教可洛的？我说。我从来没有教可洛，然后我觉得一切教球都是有教练去教，我是他爸爸，不是教练。那我只是在从棒球去找出我们2个的亲子共同的话题而已。对。所以他每次问我说：“哎，爸爸，我今天练得怎么样？然后打得怎样，然后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你跟教练讲。”尊重教练，对，尊重教练。所以可洛在练球，我都会去看，然后可是我从来不会去干涉教练的教法。哎呦，哇，这边呢良好3坏满球数之后出现了4坏球保送，桃园市龟山国小的第一个上垒者，大家轮到的是第6棒的黄浩宇。哎，那你不错哎，因为我前阵子还看到一个影片呢，但是比较早之前的影片，就是那个打 NBA 的LeBron James 去看他儿子高中的时候打篮球，他自己拿球就去灌篮。哇，这个球一路弹到了全垒打墙角下面，在中右外野方向原本1垒的跑者林宇谦绕了3个垒包回到本垒得分。哇，一棒啊，王浩宇！2垒安打1分打点，龟山国小首开纪录先取得点，取得了1比0领先了。哇，这个长打出现了，好的，看一下，打到 U 盘，打到右边，打得非常好。好，这个本垒这边也没有什么阻挡的妨碍。应该小学应该不会跟他们讲到这个规则吧？应该
要问棒鞋。对，要问棒鞋。好了，我刚刚讲的这个跟尹欣啊，也是他其实是排球员出身，邱泽同名同姓，一出局2垒有跑者得点圈的打击机会，就你还没接球之前，不能整个挡住本垒。对之类的，不然你知道。因为小学我不晓得现在小学的教练有没有在教这一个，对，因为你跟他教这个，可能往往在基本动作可能没有办法做好。也是，对。棒子动了一下，但是主审直接判定是好球。因为他们连那个站姿怎么不会，可能都还是一种一半见解，所以你要如何去教这一些这么细腻的一些东西？比起来哦，飞起来了，3垒上空的飞球，哎呦，这蛮重要的一个出局数哦，对于高雄市桃园国小来说，你遇到像大魔王级的龟山国小，就怕被一波带走啊，就是一局哦。对，怕的就是这样子。对，只要他们打开来了，哇，那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错，错。少邦教练，特别是像这个李教练他们这么多年，然后每一个都是新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要把手把脚这样子一路带哦，很有耐心呢。所以我才讲说，3级棒球里面我最敬佩的就是少邦教练。对呀，你看泰山现在第1年当教练，他就觉得很烦了。没有哦，那你讲的错，那错，就知道教练真的错。但是职棒不用那边还要教你什么，没有不用像少棒哦，把手把脚，你这个像捏，那可不一定哦，现在还是需要。一垒方向的弹跳球，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对，硬要讲就对了。2局下半，国一山国小攻下1分，2局打完1-0领先。开卡号，我是刘俊豪，我现在就读国立体育大学，手边位置是游击手。我是徐总10年培育计划的第一批球员，因为徐总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我坚持到现在已经读大学。也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学弟们也可以穿上球衣，永不放弃，加油！分养归了哟。现在呢，这样冠军战呢，进入到的是3局的上半了。我们在转播台呢，也非常开心的又再度的这个继季军战之后，邀请到的是美浓国中青少棒队的曾国光总教练。大家好，分享来到美浓看棒球。可以啊，这个特别今年的徐总的少棒赛哦，又让我们感受到了有这个传承，对不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当然像是泰山的儿子张可洛，有没有？你一直讲，他一直淘汰回去了，他一直淘汰回去，明年再来呀，聪猛明年实力又比较好一点，那我不知道要看教练的功力。对啊，也非常感谢呢美浓国中美浓国中把这个场地呢维护得那么的好一定全部安尼客家的安尼教练啊，尤其安尼总发总教练，伊对安尼开场地的付出伊也帮忙开多，有安好球场可以打，完全有安尼总教练的安尼功劳参战满台安尼部分安尼啦。好，现在比赛进入到2局上半了，高雄市桃园国小要挂起反攻的牌子了，0-1，1分落后。龟山国小要寻求4连霸，要寻求他们在徐总少棒赛的第5座冠军有喽！真的被你一讲一说，真的要反攻了。真的这个第1棒严成军也是他们的投手啊。打反方向的安打，少棒就会教推打吗？威猛。
小帮做事的打技术教练教啲咧，以打外国球做事本身就有啲优势，所以外国球做事的打很大，比你个高啊你。哦，来第一，哦，这个球点下去，一垒 out， 接得好漂亮。落后1分，这个第2棒啊，做成功的牺牲短打。龟山本身也给做事的安尼投手也控球就唔会差，所以安尼投人咧打野球的哈，真是唔免简单，就是来做下你安尼战术的出行的时间，哦，那有够容易来得分安尼。错，对，但先要曾国光教练讲完，你就是讲错，就是对。他非要讲那个不对的，我就错，对了。刚刚曾教练是说这个龟山的投手控球就不错啦，哦，所以这个不容易取分啊，真的。现在推进到了2垒，轮到的是中心打线，这个也蛮合理的啦，哦，第1棒上垒，2棒短打，把机会交给3、4、2棒。因为现在分数还没有拉开，对，冇唔錯，今年又可以来进步，又可以学合法嚟。真的可以啊，你跟我听得懂吗？错。播报新闻又可以写课啊，播报球赛又可以写课语，对，是不是？猛错。好，第3棒的高永杰。2好球1坏球，捕手挡得不错哦，跑到3垒了。第1棒有造成这一点点的漏球，这个反应很快。他一落地他就已经起跑了。走路安尼时机内会过好啊你看。这个球一溜就马上走，对，观念非常的好，跑垒的时机哦，错，抓得非常的不错哦，猛错，猛错，没有不对。这些有一些职棒现在也都在练这一个东西，是哦，对，就是你只要一落地就启动就起跑，第一时间那样的起跑，用那个几乎四步的距离就打门台啊。哪个看一好，内野防守圈有没有缩小？有没有？没有。哦，金魔，现在没有。金魔，因为现在也才3局上半，然后领先1分，内野防守圈并没有缩小。压力又被堵超没有？如果说是屈前手背的话，就是安打了。对，我刚刚还在看这个有没有缩小，没有缩小才接得到这个球呢。哇！所以你嘛迄个输批啊，你观念啊，准那你当时的决策啊，你决策啊。对，就是教练说是这个守备的观念呢。观念。高雄市桃园国小前一局是1出局满垒，后来没得分。他刚刚是1出局3垒有人，就是有高飞牺牲打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分数。你刚刚看左投的球数是多少呢？109。108、109，刚刚有个110，都是一直在跑，这样子跑。我相信他们可能就是让投手去压制这些打者。就轮到第4棒啊，高雄市桃园国小第4棒啊，陈俊佑。你真的是。所以那个王金勇的儿子在右外野还没事啊。那个按国有我也王金勇的儿子啊，175公分呢。如果说以了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相信如果说一个聪明的教练都会把外野手都拉到前面一点，因为你右外野不可能会打这么远，你反而是你要在他往前面站。如果打滚地球，安打穿越过去，传1垒还有可能会出局。9传3，对啊，哎呦，嘛预防嗰種斷層咧，安打，對，斷層咧，因為伊也球速很強，必打呢，你講打200幾米唔係簡單啊，所以要預防安尼斷層，多安尼泰山學長講安尼打球還可以傳3安尼，
佢哋制作容易安打，係每天可以上到嘅機會啊。这是一个教练的一个观念。对对对。如果说你可以动车，你可以想那个知道是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必须要这样子做。是，哇！不过这边呢，真的达不到啊。回报落空被3振啊，3局上半，高雄市桃园国小没有得分，0-1，1分落后。大家好，我是张泰山，安打，全垒打。现在正在比赛的你们小朋友们，泰山叔叔在这里为你们加油哦！脚抬高一点，才可以打出2垒安打或全垒打，加油！好，比赛呢，现在进入到的是3局的下半了，寻求3连霸之后4连霸，而且已经是要寻求他们第5座在徐成明少棒赛冠军的龟山国小，要轮到他们进攻了哦。哇，不过呢，真的在美浓这个地区的棒球哦，徐总10年少棒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好，今年呢，安尼计划已經第9年了，明年最明年第10年了，现在第9年哦。对。因为美浓呢，其实再早一点，我有跟泰山讲过，像曾贵章就是美浓名。曾贵章係你堂哥啦。你堂哥哦，对哦，他是曾國光，堂哥。蘇北阿哥啊。对，然后，哎呦，徐总是我堂叔，阿叔，全部对，我们姓徐，都是有血，都有血缘的。对啊，那可是美浓的棒球就是有没落过一阵子啦，对，所以徐总希望能够回馈故乡，然后第9年了，对。在屯美浓的棒球的风气在放起来啦，以前就张永昌嘛，对，张永昌嘛，我刚才讲，对，是那时候是全盛期。比较多，包括对，那时候美浓总共有几支球队？其實啊，美濃像安尼種結社就安尼一隊啦，早期有3隊啊4隊，安尼就以前安尼徐成明教練結合的時期啦。嗰個結中就美濃結中就一隊安尼都見就長少棒、青少棒就一隊，都可以對。我听得懂哦，唐爱省就听得懂。先學可以先賣哦，現學現賣。我現在場上打擊是龜山國小的第9棒啊，吳正宏。那其實我剛剛也跟泰山講啦，現在很多的球隊都是找不到人啊，真的少子化。哦呦，這個彈跳來得及嗎？safe。2壘手一時間沒有接好，讓龜山的第9棒上壘了。也就打出以前的衝刺的效果出來了。對。嗰度學生，嗰度安尼小棒長小棒學生嘅打到唔好時間，也係冇打到安打，然就走隊就慢慢嚟走啦，所以安尼就伊咧安尼走隊嘅，伊咧安尼訓練又可以踢出毛嚟。这个曾國光教練講的啊，給哦，聽不懂了嗎？不是，我以為你知道我想要講什麼，就是打出去之後就是要全力跑。你很多的職棒球員也還有時候做不到。你是在看我嗎？你已經退役了，我不是說對不對？有一些職棒球員反而還做不到，打出去慢跑。对啊，能中等这样做不行，有没有？我就是慢跑的。你就说你都打全垒打，慢慢跑。可是你们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边都是断掉的。哎呦，你看都是凹进去，然后现在膝盖，现在走路都没有办法。哎呦，走楼梯都没有办法。所以每次张可洛看到知道。他一个很贴心的孩子。当你走楼梯的时候，他马上在你后面，然后推你。然后如果说我要下楼梯，他会站在我前面。对，你鬼贴心啊。所以，
泰山不要，哦，筋都断掉了，都断了，两边都断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有一些当值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诠释这个问题。对，你做不对就是不对，对。现在退下来了，就让他们该知道了。所以当初我们冇安尼做，安尼已经可以了解当初的安尼哦，做对中网的冇办法全力的，所以会不会有安尼因素，那冇办法去做全力的冲刺啊？就是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哈，有些球员真的是归就很痛啊哈，归痛啊。哎，现在刚刚是连续4颗坏球保送哎，用点的脚快的，用点的捕手。哇，欧陆 safe！ 我刚才也在想说他又会点，因为他脚程真的好快，很快，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子。他第一次就是偷点，结果点到投手正面，就差一点点，就已经差一点点喽。那这次点得更好，对。哇 ，no out， 蛮累的。我看到传播那个重播的画面，真的脚程真的非常的快。啊，佢讲呢。有啲 V 要点的唔会差，所以会做成那呢 save 嘅机会。啊！接到要拼板了，要拼板了！差一些，差一点。哇！打第一球，高飞牺牲打，龟山国小再下一城，2-0领先。也咧，迄多多几点安尼，因为是同安尼捕手的安尼默契，迄个好调的捕手，第一时间迄由于咧接应的时间哦，接球个比鼓来分类，也是也还以为是机会来吃安尼啦，吃分类的。刺就是杀，是有机会刺杀的。就是客家话的杀刺，就是是不是？是不是？如果刚刚那个球放掉的话，对，曾国王教练讲的也是，厉害哦，厉害，讲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啦。中间不要我们说把它 cut 下来哦，放过，因为直直的啊，它不是偏掉的球。哦，现在轮到了大高个王思文，王金勇之子。他上一次是2好3坏满球数之后打成2垒方向的滚地球被刺杀。今小帮看到安泰场选手的安尼选手，目前是无安机会安泰啦，所以也给安尼形容来讲，也由于咧安尼遗传的安尼基因，也由于咧部分安尼。175公分哦，都比我还高。这个是营养上的一个搭配和加分的。对，真的，甚至可能还会再长高，有机会到180几啊。因为他爸妈都蛮高的，王金有算高啊。对，加上那基因的传承，那里真的。他也是投手啊，这么高，他上一次有投啊。听说我听记者说他有投过，可能就是投个1-2局中继这样子，或者就业。不然像安国诶，安国诶选手无做投手跟弄起来，系啊，像那个身材优势。哇，接到了，哦，左外野手，这个漏过去，后果不堪设想。也咧打反方向的安尼球的打也咧就表示也啲头，你加得蛮爆的，所以那打到安嘢，冇一般都伫3队后背2-3步就跌下落嚟球的。教练说这个左打者打反方向能打那么远的，哇，这个其实不容易啊。你刚刚的感觉有点像大谷翔平，如果他真的再会投的话，所以你斗流的。2刀流对，你斗流啊，你斗流，所以刚刚左外野手好险也没有说手太前面呢，看身材我也会从后面，看身材决定站的位置，看身材嘛，第二输来讲，对，好，2出局了，轮到的是龟山的第5棒啊，林宇谦，上一次是2好3坏满球数之后获得了4坏球保送。我这个是要称赞一下这个主审啊，曾信之小姐哦，她有
跟小朋友讲，不要2只脚都跑出去、哦，从小就要养好习惯，就是打者啦。你要看1只脚出去就好，那整个人跑出去就浪费时间。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有时候我觉得你不可以马上就说啊投手犯规，你先给他一个警告，让他知道说他错在哪里。是，你突然说啊投手犯规，有时候小孩子都不晓得，他错到底错在哪里？对对。哇，这个球打得很扎实，这个球就像张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被你讲出来了。哇，我第一次在张泰山面前喊这一句，就在徐总的少棒赛。那时候我们还在想说会不会讲出这一句话来。对啊，哎呦，只是2出局了嘞，实现了。哇，轰出去这一棒，3分全垒打，哇！你下一陣比數要辦過人嚟啊！哎呀，5-0了，桃園加油，桃園加油！哎呀，2出局了，这个球哇打得好漂亮，也没有说太失头吼。哇，林宇谦，他这个球棒的延展非常延伸，延伸度做得好啊！哇，这个3分炮，这叫一下炒冇係簡單嘅啊！哎呀，5-0啊！因為投手換人了，10號原本的右外野手，嚴浩恩。哦，投數10號誒。哇，这个2出局了哈，而且其实这个半局一开始，是第9棒，因为2垒手手被失误上垒。哦，对呀，不然这局已经结束了。这都原本的先发投手严成军，背号8号严成军呢，到1垒当1垒手。好，那这一次呢，一样啊，就是打到4强的才有85号背号的球衣，这象征呢荣誉荣耀。那我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他们前面是原来的背号所以他不是这个师母他们不是说统一发包，大家都是同一件这样子印哦，每一件都是特别印的背号他都4強誒，就本身呢有從佢哋嘅榮耀嘅哋嘅展現啦。係啊，有咁嘅嘢，拼到4強有2、3可以做嘅咧。所以呢，佢興一拼嘅比賽，所以明日人哋比賽因為一公布有5分鐘就3分鐘就滿誒，所以嗰當然都想我哋打嘅比賽，唔係冇第一時間啲呢雙面嘅隻嘅來發布啲信息，一下尾就有啲名額就滿誒。對，剛剛說的就是比5月天的演唱會門票還難搶啊！哎呦，葉磊這邊刺殺了，形成了3出局，也結束了3局下半啊。龜山國小的進攻，這個半局呢吃了一個大橘子啊，港美吃了一個大橘子，攻下了有4分。現在3局打完，龜山國小是5-0領先。大家好，我是钟云珍，我现在就读国立体育大学，守备位置是投手。没有徐总的美浓10年少棒之后，就没有现在的我。希望学弟们可以继续加油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加油！反陽歸來哦。哇，從這個角度來看呢，真的高雄美濃哦，佢講啊，人哋體力環境quite好啊，真的很棒啊，風景又美。所以人哋即係啲機器，即係啲人哋轉播機器，咁同人哋美濃棒球可以繼續在延續啊，有啲學生咪比繼續可以再來攀一啲下一啲10年啊，嚟同人哋美濃嘅人哋棒球再來發展起來啊。是，在下一個10年哦。
闽农不常落雨吧？不常下雨。哦，俺哋落雨嘅時節，大部分都伫安尼前日嚟半日嚟嘅暑假時節。哦，尤其午後雷陣雨，當會落雨嘅，當嗰頭1點開始就落到3點4點。應該特殊嘅天氣。下雨不能練球，就睡夢啊，睡覺。但係係要咧，安尼體育館可以聽啊，體育館室內啊，還是要練。哦呦，反攻來了！反攻來了！哦，4局上半了。現在所以美濃陣線在少棒只有一支球隊。目前就只有一支。國中就是美濃國中，也是只有一支。高中就要到別的地方去。對，高中就是國中就要到安尼高雄市裏頭。所以這裡就直升上去國中。好，美濃結社會就美濃國小就是直升美濃國中。那有沒有可能會被其他的學校挖？國中還當然安尼也是上一年有一個也因為家庭的因素，就轉移國小安尼。所以是有的是家庭因素，我聽得懂。但國中不能啊，國中還不能到外縣市，不能參加聯賽，國中聯賽不能參加。為什麼？因為避免被那個惡意挖角啊。惡意挖角。所以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如果說有其他的想要因為工作的關係移到外縣市，就不能打聯賽了。對聯賽。那個有但書，有攤書可以證明，還有安尼。工作的證明提證明，對，提證明的時候就可以從學生聯盟來做一個，對，有可以彈性佐證這樣子。哦呦，這個右外手接得不錯耶，王思文。王金勇呢取這個名字，是不是想要他小朋友接球傳球都很穩？王金勇自己也是3壘手拿過金手套啊，所以都用了，好不好？對呀，還是他只要穩就好，穩就好，穩就好。哎呀，真的穩就好，穩扎穩打。對，這樣穩穩的就長那麼高了。左投一出手108時速，因為這個距離比較短哦，然後正式看起來就會真的像大概145以上的，就是對那種感覺哦，以打者的那種感覺來講。那如果說王思文來投的話，不知道會是多快？大家可以觀察一下。可是這因為這投手，因為他的協調性非常的好，所以導致球速可以到達一定的速，對，超水準的速度。哦呦，所以有一些反而是越高的，反而他的在投球的協調反而不，在投球機制比較不協調。對。如果在協調的話，可能就是像那個，真的是那個2刀流的吧，那個大谷翔平打比修，對啊，大谷翔平這樣子。頭打都非常好，對，又接近200公分，然後協調性又好，你不覺得嗎？哇，他協調真的是啊，那個就是老天爺賞飯吃了，這是少之又少的，給個天分的，對，哇，這場比賽，龜山的左投手啊，劉任佑投出來的第4次3振，動作非常的協調。第5 K 了，哇，第5 K 了，4局沒有投完，已經5 K 了，2出局。佢下尾要打全部要切從地啊，做安尼也做數嘅接啲外國球啊，所以啲外國球看來大度啊，唔過也速度很強，乒乓趕唔切嘅時間就會造成安尼揮棒落我距離就個太。就是外角球的速度夠快啊，右打者揮棒來不及。亂唔猜的，哎呦，良好球沒有壞球了，哎，太陽又出來了，你出面同嘅天氣，見咗從下啲時間就會18為個過啱啊，因為接近秋天呢啲天氣啊。買一個黏黏，係買一個黏黏嚟，還是很熱。
2好1坏。还是佢哋外國球，太強誒回棒落空3振出局啊，4局上半，高雄市桃園國小還是沒有得分，目前0比5分落後。比赛来到4局的下半了，桃园龟山国小的进攻，龟山这样5比0领先哦。那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比赛是有提前结束比赛啊，4局相差10分哦，对，5局是相差7分，7分哦。因为正规打完是6局啦，哦，所以前个半局那个3分炮哦打下来真的哦。非常有一种安定感。好，轮到第7棒啊，龟山国小第7棒邱泽。那其实在，美浓国小前面有讲过，就是现在其实全台湾都一样了，少人，少子化，对啊，找不到人了。接下來嘅經驗嘅模式，佢應用乜嘅方式去安尼吸引嗰啲小朋友嚟去從事下啲運動啊。其實高雄市桃園國小打冠軍戰的這一隊，他們我剛才有講到，他們其實是在很山上啊。對。山湯果園，從療練的時間也冇乜嘅出來，就反正閒嘅就要拿球嘅送咗出來，拿嚟幫佢拿水又嚟練球。我這我就聽不懂了。原來是他們平常啊也沒怎麼下山啦，沒事就是練球啊。哎呦，這個他們的休閒娛樂就是練球。就是棒球。哇！所以人哋安尼天天游，嗰個身體素質又有，人練啲球練啲邊個嚟個多，因為慢慢冇邊個嚟個好啊。係啊，哇，邱澤這一棒啊，打到左外野方向的安打。輪到第8棒的柯俊恩，這個周得到了，可以到了，可以到了。到位了，哎，馬上就這位。大家想說5比0，少棒沒有在這個了啦，什麼潛規則的，才5分而已，才5分嗎？還有2分呢，對呀，還有2分的那個空間呢。因為他這個是有提早結束，所以根本就像那個什麼，我們打國際賽也是一樣啊。我說剛本來想說，那還可以短打嗎？一樣，真的。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哦。第8棒短打，把2壘的跑者送到3壘。啲咧就看投手嘅動作啦，動作個太當然上去有速度嘅選手，咁球嘅又唔係過夾安尼，所以教練啲咧而唔會下短打係打麥球安尼，所以就台灣都會用道嚟投壘嚟做安尼戰術安尼。打球輪到第9棒啊，吳正宏，麥球就是打跑，我想我這麥球，就是打，球就是跑這樣的。所以比較，所以下擺地安尼自己安尼球場做嘅戰術，還是冇用別的咩，就是在用麥球就是打跑。所以教練，你在比賽的時候，你會使用很多戰術嗎？會啊，喂。最常用的戰術是什麼？麥球。哦喲，這個安打了！哇，這第9棒啊，算龜山沒有在落棒的感覺。真的，第9棒也敲出了安打。
看严松一从诶打击的火力就低啊，严松一从就那咧做人咧安尼精心打就打打那10分17分了嘛，所以人家安尼打击的胜率就不可忽视啊。嘿，好6-0了。轮到第一棒啊，刘任佑。牵制一下啦，还是要牵制一下。这就是他们那个左投手少棒每一球都是要看教练，应该是哈。这里来讲，人哋都会看教练。嘿，教练又到嘞。我记得常常很好笑，张可洛常常会打电话，因为我都在斗六，他常常会讲说，我们今天练什么。然后他们刚开始接触棒球嘛，才4个多月而已。哎呦，out！ Nice catch！ 然后趁这个捕手稍微漏掉跑3垒，但是被出杀在3垒，不能没有挑战的，这个没有挑战的，没有这个规章，对，没有这个规章，没有电视重播辅助判决。谁？职棒看多了，但是这个少棒是没有挑战权的好了，那大家如果现在在看哈卡电视台看这球安打，差点再传一个，哎呦，真的9传3哦。好，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那个。大家如果看哈卡电视台 FB 这个有直播啦你可以自己去拉回去看刚刚那个慢动作哎呦，泰山，这个泰山把麦克风交给了这个，因为我们泰山哥说他想要休息，然后叫来代班。对，达宏郑达宏，大家好。达宏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帮忙师母真的。当然啦，因为以前徐总对我们都蛮好的，然后每一年过来，其实大家如果可以注意看那个全打强妹对我的那个赞助的看棒，对啊，有郑达宏赞助，这都是我们富林队张泰山讲的，他教我讲的。非常巧对，非常感谢谢谢达宏。可是达宏怎么变了胖了2圈呢？专任的教练当然就胖了2圈。是对。刚刚发生什么事？刚刚打到哪里去了？一个内安打。内安打。所以第2棒，哇，这个半局这样攻势还没有结束啊，又要轮到中心打线了。2出局1、2垒有人，已经6-0。对啊，像郑达宏也是一直支持着徐总，支持师母对呀。各位感谢也对安尼专业的安尼，我对安尼求胜来也才来做下的安尼幕后的推动安尼，是感谢人。是，你教泰山讲，我们客家话“感谢”就是感谢，这句学起来。感谢，错，不是。错，刚虾，刚虾。不是，你有听过安之 C 吗？有。对，这个也是客家话的谢谢的意思。安之 C。有喊了。可是我常听安之 C。这就是谢谢了。对，是。有喊了啊，有空来玩。有空来了，有喊来了啊！其实我会讲客家语可是我学的都是脏话。好，正常了。这个是投手集结。
4局的下半啊，龟山国小4支安打换回了1分，目前4局打完是6比0领先。我们这边非常谢谢啊，曾国光教练，谢谢，来谢谢。哇，在高雄呢有这个美浓湖哦，以前旧名叫中正湖啊，这也是非常离美浓哦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啊，一个观光景点啊。然后美浓还有那个水莲，对，它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呢？水莲就是一个菜啦，好，这个煮火锅的时候也是在这边有的特产。哦，现在呢，4局下半哦，是只有让龟山得到1分哦，所以现在是6比0。哎呦，6比0。如果变7比0的话呢，就要变成高雄市桃园国小5上就是最后半局了呢。现在5局上半啊，高雄市桃园国小还没有能够打破鸭蛋。哎呦，龟山国小换投手了，换了是6号邱泽，原本的3垒手。我们期待的斯文还没有出来投。对呀、啊，哦。对，龟山国小，哦，这个刘桂元。到了5局前半，龟山国小也来做守备阵容上的大幅度的调动。然后说3垒手邱泽来接替先发投手刘任佑的投球。刘桂元，那也是徐总的美浓少棒10年计划的第一批的球员，他也是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到职棒的球员了。特别是他还把他的签约金的20万哦，全部捐给徐生命棒球发展协会。一个很棒的孩子，才19岁，对，懂得饮水思源，懂得感恩。而且之前才说过那个故事嘛，真的，师母啊，当天呢，其实就是当天去募款，被很多的企业大老板拒绝，之后在当天接到刘桂元的一个电话，他愿意把他的签约金20万呢捐给协会，真的，所以师母就是这个当场感动的痛哭失声了。好了，来到5局上半了，高雄市桃园国小，这个球速也蛮快的。104，虽然左投手换下去了，换这个右投手，哇，一出手都是破100的啦，哇，好，这代表我们台湾的棒球真的人才也非常多哈。对，真的。不过我真的是觉得，少棒还是真的要培养那个小朋友对棒球的兴趣。哇！我觉得少棒，我觉得不要对他们太严，训练不，虽然训练该训练的当然是需要严苛一点，可是有时候不要真的太严苛。我觉得让他们在小时候产生一些乐趣，玩棒球的乐趣，这才是目前台湾所要呈现出来的。可是往往，或许是我可能没有到基层去教过，
可是我是希望说，我们台湾的少棒真的是为了战绩，有时候在旁看到这一些在比赛的队友们的教练，你就看到他们在那边苛责这一些球员，我就觉得有时候对这些球员还蛮心疼的，说真的。好，三垒手接到，哇，这有一个弹跳，一个弹跳，一垒手接到，这个真的有职业的水准呢。所以你看这些龟山或桃园的教练都非常的好，都是鼓励啦、赞美，对啊。所以这两队的感觉这两队的感觉都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两出局了，轮到第2棒的严承诺。这个球哇，其实打得不错，球高起来往反方向送，但是遭到了接杀，3上3下，5局上半，高雄市桃园国小没有得分，还是0比6，6分落后。少棒赛要寻求4连霸，连续4年都拿走冠军，他们过去已经连3年了。他们第一届来的时候呢，龟山国小是拿到了第3名，当时第1名是高雄的鼓山国小，第2名是高雄的美浓国小，在第1届就徐总过世那一年的年底2013年。然后龟山是第3名啊，台北市东元是第4，然后第2届龟山就拿了冠军，第2名是南投的新街国小，第3名桃园仁善，第4名是高雄美浓国小。2015年呢，龟山是当年的冠军是桃园的，也就是桃园的中平国小。第2名是高雄寿天，第3名就是龟山，第4名是桃园仁善，前4强3个桃园的国小。那第4届2016年呢，那年呢龟山没有来参赛，然后台东的丰田打败是韩国的来自于首尔的水域国小，拿到冠军。然后第5届。就是第5、第6、第7届都是龟山拿冠军，然后第5届呢，2017年龟山是打败了韩国的丽水溪国小，然后2018年龟山是打败丰田国小，那外队啊，日本的东炼马是打到季军战，然后输给了东元，然后去年龟山是打败了韩国的大邱玉山国小，然后丰田第3名，寿天第4。徐总过去也是有到韩国留学过，对，还记得在那边打过球，对，打过业余的，哎呀，所以呢，过去几年呢，像是日本、韩国，他们都有派队来。好，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在现在5局的下半，如果龟山国小得1分，便7比0，要提前结束比赛啦。王思文大谷翔平，泰山你怎么看这一位选手？他反方向也很会打，他反方向打得非常的好，少棒能够打反方向，这个技巧要蛮高的哦。所以他的挥棒机制做得非常的好。哇，这么低，外角低，所以你看到他球看到底再出棒，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的好。他上一次打击就是打反方向，就是打得不错，正朝着外野手飞去。这现在是要换头，下一棒打击的是今天呢，在3局下半打出3分全垒打的林宇谦，只是差1分就扣斗，到底可不可以盗垒啊？可以啊，还可以哦，赶快结束比赛，先赢下来，对不对？有机会。对了，少棒是可以了哈，因为少棒是因为他有提早接，如果说你不早，
如果你不把它早一点拉下来的话，也有可能有机会会反攻。那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的一个结果。对，能尽量快点引下来。是，对。好，现在是高雄市桃园国小换投手陈俊佑，有原本的3垒手拉过来当投手。没有，我要先问清楚啦，免得到时候呢，王思文一到垒，结果你知道。那个网络啊，观众开始在那边说啊，那怎么可以给人家盗垒？都不得，这样不行。我相信少棒，我相信常看3级棒球的比赛的一些球迷们应该知道这种状况了。对，就如同我们在打国际赛一样的道理啊，会有提早结束的。对。我来看一下，这是在3局下半，龟山国小的林宇谦的2出局之后的那一支3分炮。让我在张泰山面前竟然喊出来，真的喊得好，喊得好！哇，又来一支，这一颗再见全垒打，2分炮，再见2分炮。要踏回本垒才算对，哇！单场双响炮，林宇谦5分打点，再见全垒打，所以桃园市的龟山国小拿下了徐生明少棒赛的4连霸，恭喜恭喜！4连霸，桃园市龟山国小连续4年来到高雄美浓拿到了冠军，同时呢，他们也是在本届比赛最后8-0拿到冠军赛的胜利，也是他们在徐生明少棒赛第5座的冠军了。哇！我虽然说在徐生明棒球锦标赛的时候第10届，希望把他们那个球衣历年来的球衣拿到的那个冠军球衣来摆看看，让我们来看到历年的那个冠军球衣到底是怎么样子。是。哇！结果林宇谦单场双响炮，而且最后那球打出去，球评泰山就说再又一支，个人5分打点，哇！徐生明少棒赛第8届从连续4天11月28号开始，到这场比赛结束也圆满的告一个段落了。投手丘这边有徐总的背号，85号的背号，最感人的一面。对，那这些小朋友们呢，小球员们呢，围着投手丘的85号。永远不要忘记徐总的精神认为对的事情就坚持到底去做。对，我要掉眼泪了，跟你说。对，永远不要忘记徐总的精神。好，我们恭喜龟山国小。那我们施工准备那个闭幕典礼的场布，谢谢。那看明年张可洛可不可以在那个？我相信有机会全世界，也有机会呢，在明年的围着徐总投手丘。大勇国小的教练有听到吗？好了，那这边呢也跟大家。这个少棒的呢，一些礼貌啊，一些礼仪啊，其实老师也是徐生明，少棒赛师母也非常非常要求的。对。好棒啊，好可爱。好，那在。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本届的比赛桃园龟山国小拿下了冠军。那第2名就是高雄市的桃园国小，第3名是台北市的东园国小，第4名是桃园市的景兴国小。那在这几场比赛呢打下来，相信小朋友们呢也都会收获蛮多的啦。真的。
因为呢，在这么多场的比赛，虽然比赛归比赛，而且今年的这个天候状况其实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呢，相信呢小朋友们呢都能够非常尽兴的来打球。曲老师可能知道我们辛苦了，那所以他也用小一点。对啊，所以今年真的是非常圆满哦，对，真的非常成功。好，那待会呢也会在现场进行颁奖典礼。好了，那我们的转播呢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好，非常谢谢我们球评泰山，谢谢展元。对啊，这个也希望呢大家继续的支持台湾的少棒。对，我们明年再见啦！明年见，有喊了了，安子 C， 安子 C。连光沙发连马连接。